你看，同样是洛神花，你看这很多彩色的臭虫，彩色的虫要臭虫，你看果实都晒干了，都干了，它那种子都跳出来了。彩色的虫，臭虫还会在这个果实上夹尾巴嘞。你看这个就是夹尾巴，那个就是夹尾巴了。你看彩色臭虫，这个是洛神花，你看早一点种的都干枯掉了，比较晚的你看前方那个还开白蚁透粉，那个是洛神花，这个是秋葵，你看它比较慢种的，小小颗的，还有开花白蚁透粉，你看人家比较早的都长成这个样子了。